多谢明兰来看一个较轻松的消息。有一个网友进前分享讲，伫超市买一罐家庭号的牛奶，送12罐细盒装这个海盐巧克力豆，也是巧克力的牛奶，顶是呢开197块，赚到264块。和网友讲，安尼真会好。不过专家分析讲，消费者一般拢对着这款情形，会认讲，这个整商品的价值超过商品，安尼就是赚到，无形中就会较想要买。 物件紧啊紧，超市货架顶真侪品牌牛奶是采购某某时，不过其中这个商品，人客是看甲兴趣刺。 刚刚看到家庭号的牛奶，佮加送一罐，佮一罐巧克力豆的牛奶，真少甲算，竟然有12罐。有网友欢喜甲抱上榜，讲买一大罐的牛奶，送12罐海盐巧克力豆的牛奶，都送起亚龙啊，无所在放，买用巴肚烫个夹断去。佮补充说明，超过1礼拜才会过期哦。普文一个出来，遂引起大家讨论，因为网友买的是家庭号的牛奶，一罐197，送海盐巧克力豆的牛奶，一盒22块，当中送12盒。 价值264，等于买牛奶够赚到，网友拢感觉有够会回。花200块赚300块嘛？不会，没有喝那么多，会要看东西啦。就是有用到的话，我才会想要买。 实际网民众看法是无共款，不过亲像这种好康的，不是头一摆出现。之前连锁超商都举办知名品牌冰淇淋买6送4活动，差不多是犹太6折。某大卖场推出买40块的咖啡，都送细底鸡2颗，赶快上真侪民众来买。 第一个是能增加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的机会在本品之外呢，当如果有赠品的时候，消费者会觉得说，他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利益，好像是他这个价格呢，会觉得说他会觉得更便宜，或者是让消费者觉得它是有所谓的附加价值。到底要推出什么好康，才当让消费者乖乖拎钱来买呢？这就是一大学问啊！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